佢身高1米8，身材均稱，一副 model 骨架，懂得着衫配搭之餘咧，仲係一個愛狗之人啦。活脫脫咧係一個潮人暖男嚟噶。嗱，佢閒時中意拋嘢嚟訓練佢強勁嘅臂力啊！我一拋再拋，繼續離遠都要拋。喂，呢位先生，你拋緊咩啊？係咪豆袋嚟噶？我望真啲先。喂，豆咩袋啊？狗屎嚟噶，仲要拋上去碼頭嘅上蓋。哇，你搞邊科啊，大佬？你係點樣發現碼頭頂蓋上面有狗糞嘅咧？因為你哋舊年2025年咧2月東張西望曾經報導過，咁所以我就開始留意啦。咁就發現係喎，真係有喎。等咗都成差唔多2個星期，食環署就揾人嚟清走咗。咁但係清走完之後咧，佢又再掉過。聽完柯生咁講之後咧，哇！我嘅思緒咧突然穿越咗時空，飛翻去2025年2月22號嘅東張西望。有觀眾楊小姐向我哋投訴啦，就話佢發現喺深井浪翠園附近嘅一個碼頭上蓋咧，有一啲污糟嘢啊！原來係咩啊？一袋袋嘅狗糞便咧。係啦，咁楊小姐之後咧，仲發現啦，有成10幾袋用藍色膠袋裝住嘅狗便便啦。我唔知擺上去嗰位仁兄你嘅心態係乜嘢啦，但係你嘅行為就真係好嘔心，同埋辛苦一班清潔工人咯。呢個咁可憐鋪滿狗糞嘅上蓋，就係位於深井浪翠園對出呢個公眾碼頭嘅上蓋啊。喂，其實喺去年嘅3月 ，Facebook 嘅地區專頁亦都有居民出過 post 係表達不滿㗎。嗱，睇相都見到啦，個蓋上面咧有超過10包狗糞咁多啊，係咪可以有翻少少公德心？前一排東張已經報道過，衰格到咁，啲袋穿咗，落雨嗰陣時會唔會滴到人嘅呢？喂，呢個名副其實係滴屎人啦，係嘛？嗱，去年7月啦，情況係持續，再有居民啊就出 post 鬧爆啊，邊位街坊咁變態？每日都拋啲狗屎上去個頂度，一而再，再而三，很可怕的行為。嚟到今年1月，有居民再出 post， 呼籲大家有啲公德心。網民鬧爆啲留言咧係越嚟越激進噶，見到佢真係要佢食返啊！條友應該係手殘腳又跛，畜生胡亂掉垃圾，真係好希望你早日俾人捉到啊！你個畜生破壞深井嘅優美環境。有網民更加晒出向政府123投訴後，得到土木工程拓展處嘅回覆，話該處負責深井碼頭上蓋嘅結構維修，已安排進行清理工作，並表示碼頭上蓋佈滿垃圾嘅事項應該係由運輸署負責嘅。從來都見唔到係邊個掉上去啊！真係好奇怪啊！我都見到發覺咗好多次㗎啦，有啲街坊都講啦，唔知邊個掉上去，好奇怪咯！我都唔知點解要咁樣做，明明有狗仔垃圾桶啊，或者係橙色嗰啲，佢平時呢條路上面都有嗰啲狗糞嗰啲前面有一個啦，已經狗糞收集箱，我哋都會掉落去咁樣。呢個特登向碼頭上蓋掟狗糞嘅特訓員啦，好明顯係受過訓練操開嘢嘅喎。嗱，佢除咗咧掟啲狗糞嘅技術了得之外咧，哇，佢仲可以咧作案超過1年咁耐，都只係見其分不見其人，哇，相當神出鬼沒嘅噃。但係去到今年嘅1月啦，佢嘅人生軌跡亦都開始發生咗變化。我喺個屋企嗰度睇到，今年1月嗰陣時候咧，就唔覺意咁啱睇到佢啦，因為佢揾個電筒咧喺度照嚟照去，咁咧同埋啲行動咧有少少鬼鬼祟祟咁樣，通常都係8點半之後，咁就會見到佢拖住隻狗喺下邊碼頭散步啦。咁就突然間見到佢，咦？點解左照右照，照下啲環境啊，照下啲牆啊，一陣間咧又個頭又望下上邊啲街啊，咁然之後突然間失驚無神，就見佢一手度揈到個狗糞袋上去個碼頭頂蓋嗰度。咁見到第一次之後啦，你有咩感受啊？我就話：哇！乜有啲人咁樣掉嘢上去，咁冇公德嘅咁樣，因為好唔衞生咯。各位觀眾一定估唔到，柯生嘅生活亦因此而發生咗微妙嘅改變。佢開始每日一到夜晚就好唔得閒，因為佢要化身做偵探俠。咁你做咗啲咩呢？之後我開始影啦，即係我見咗2次之後，我開始影。好，事不宜遲啊！我哋即刻睇下咧柯生影到嘅偵查片段先啊！
嗱，呢條片呢，就係今年嘅1月21號晚上影到嘅，哇，畫面就黑掹掹，我見到沙灘有個黑影拖住隻狗，用電筒嘅周圍照啦。之後呢，佢就行到去碼頭有蓋嘅位置，我哋清楚見到啦，上蓋已經有9份7包咁多噶。嗱，同時咧見到呢個狗主嘅身影啊，冇錯，佢就係今集嘅主角得分員。見佢帶住隻愛犬周圍喺度行下咁樣啦，等隻狗啊解決到咁上下，大約8分鐘之後，一包9份就俾人啊拋咗去上蓋嘅位置。OK， 我哋慢鏡睇多一次，就係咁，頂蓋嘅9份由7包變咗8包咁多啦。喂，不過呢條片影唔到得分員拋個動作，我哋會唔會有機會冤枉好人嘅呢？你要知道，偵探俠並非係浪得虛名噶。今年嘅1月27號，佢就影到以下呢個畫面啦。嗱，首先可以見到之前碼頭頂蓋上面嗰9份咧已經被人清理晒噶啦。嗱，好啦，又見到得分員放緊狗，當佢行到去碼頭有蓋嘅位置，佢就喺下面隨手一拋，哇！之後就若無其事繼續放狗啦。今年2月9號，碼頭頂蓋嘅9份已經累積到去1、2、3、4，哇，4包啦喎！得分員呢就同狗狗行咗一陣啦，隱約見到佢左手拎住包9份啦。嗱，見佢蠢蠢欲動，但係又好謹慎咁周圍望下。當行人路有人經過嘅時候，佢就控制住自己出手嘅慾望啊！嗱，佢再望啦，冇人啦喎，機會嚟啦，飛雲！嗱，雖然垃圾桶正就喺附近啊，但佢一於少理啊，遠距離一拋，哎呀！可惜啊，用力過度，包9份跌翻落嚟，得分員對於自己失手都呆咗。不過佢都算係有手尾嘅，行過去執翻袋9份，近地拋上蓋，唉，總算係完成任務啦。嗱，今年嘅2月23號啊，得分員一如以往帶狗散步，佢左手拎住都應該係9份啦，望兩望冇人經過咧，就輕輕地拋上蓋啦。但係今晚咧係比較特別在啲咩咧？可能隻狗咧食多咗啊，撲咗2次啊，於是得分員咧又嘗試高難度嘅挑戰啦。嗱，確定冇人留意到自己咧，佢整個遠距離好似打保齡咁樣一嘢飛咗上去上蓋啊！不過今次同上次都一樣。失手啊！佢唯有死氣去執翻佢啦。於是咧就近距離拋上去啦。子華神都講過啦，若要人不知，唔好太低 B 啊！呢啲咪叫斷正咯。根據定額罰款公眾地方潔淨及阻礙條例，任何人士容許狗隻糞便弄污街道及公眾地方，會被定額罰款3000元。你哋都用咗好多時間心力花喺觀察呢個人上面。其實係㗎，我犧牲咗好多睇無線嗰啲節目嘅時間。我應該嗰個時間咧喺度睇緊你哋啲劇集，但係咧因為要去捕捉呢樣嘢咧，好多時都係要作出一啲犧牲啦。真係發現咗佢之後咧，我相信每晚係都要用1個鐘時間。柯生真係好大犧牲㗎，喺佢嘅身上，我哋發現到東張精神係咪做鬼死人啊？梗係唔係啦！東張精神係嗰種追查真相鍥而不捨嗰種毅力啊！下一集輪到我哋東張攝製隊出動，直擊得分員拋9份上頂角嘅整個過程，當然唔少得回應一下啦。佢更加向我哋嘅主持金細說佢走上得分員之路嘅心路歷程。其實就真係冇咁方便嘅，係啊，呢樣我都承認嘅，因為始終咧就冇咁多垃圾桶。留意聽晚東張西望，一個得分員的誕生。